各位警告者，欢迎收看今日9月1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站南投仁爱乡发生规模5.6个地震，上大震度有4级，严格民众的手机拢无弹，并无收到国家级的警报。气象局是解释讲，因为这阵地震的深度较深，并无达到发送的标准。那气象局嘛提醒讲，未来2-3天还有规模3以上的地震尾。中华一间五金店的店员感觉头壳咧油，赶紧走去厝外看。南投仁爱乡13暗6:40发生规模5.6个地震，地震的深度46.9公里，包括南投县、台中市、彰化县、花莲县、宜兰县的震度拢到4级。一般地震若到规模5、震度4，就会发国家级的警报，也就是防灾告警的消息。不过民众这边拢无收到。气象局讲，因为这边的震源深度较深，两套速报系统拢无达到标准，那赶紧要发消息就可能无准。越快速，你容许的误差就要越大啊，所以这一次刚好是碰上这种正延伸的地震，所以误差比较大，两个系统能够减少同时出错的几率，但是这一次还是2个都没有达标。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的主任陈国昌讲，这边甲9离地震2个所在离超过36公里，所以甲9离无关系。原因正歹认定，较有可能是偶发性的能量释放，也毋是所落来发生大地震。而且这边震央周边10公里内，伫咧过去50年来，毋捌发生过规模这么大的地震。发生的位置呢，是在南投县政府这个东北方向，东北方40公里的地方。那它发生的规模大小是5.6，那它的深度，地震的深度有46.9，将近47公里。1937年，就是将近50年的时间啊，来搜寻所有的地震记录里面啊，发现这么深的地震，在这附近只有唯一它一个，规模超过5的。陈国昌讲，伫咧所落来2-3天，还有规模3到4的地震，不过这源地区地质确定，所落来地震会较少，规模要超过5的机会也无大。记者综合报道。详细消息来关心，做伙去美国参加蒙特瑞会谈，咱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外交部长吴钊燮，也有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孙晓雅，昨暗一起到顶回来咱台湾啊。疾管署是特别安排因到入境管制区的办公室做 PCR 采检，完成入境检验了后，因就离开机场。这个月台美会谈会议内底有讲到国防、外交、国安这议题，这是逐年拢有例行性的台美官方的对话管道。因为英国媒体之前有报讲，美国政府打算甲咱台湾驻美国的外馆要改名合作台湾代表处，这么互这场无公开的会谈增加话题引起注意。来关心行政院长苏贞昌伫昨昏是建议疫情指挥中心，讲即马咱国内疫情稳定，部分的防疫措施应该会使放零。疫情指挥中心即马嘛宣布讲，打算要开放予咱台湾人外籍配偶甲未成年囝儿会当申请来咱台湾，其中嘛包括中国香港、澳门这外国人。疫情期间，政府加强边境管制，尤其是去年台湾民众的外籍配偶甲未成年的囝儿逝世来台湾，都要用专案来申请。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13召开疫情会议，针对2级警戒管制措施，考虑疫情有较缓和，建议指挥中心都要有条件来放零。指挥中心13宣布，开放民众的外籍配偶甲未成年的囝儿逝世申请来台湾，不过是由原本专案的方式改做是通案申请的方式，而且中港澳拢有下用。他可以直接向外管做申请，那外管就会直接核发入境的许可给这个外籍的配偶跟未成年子女。那这个部分除了一般外国籍以外，也一体适用在中港澳的部分。
指挥中心强调讲，开放通案申请是为了保障民众会当一家团圆。不过，若是中国配偶甲前翁生的囝，人家称呼是小明这种案例，就无法度受惠，未当申请特别入境许可签证。但中间解释讲，小明这种案例是因为伊是中国籍的身份，所以无下用这个规定。也若台企联呼吁指挥中心，希望台商若是有注2档的中国疫苗，应该比较中价风险区域登来台湾的标准。政策面一直没有开放哈，所谓打过几剂疫苗哈，除了在机师前段时间有这样的一个规划之外，啊，其他的都没有这样的规划，因为大家也重新看到，其实突破性的感染也蛮多的，那这方面我们要谨慎。因为台湾最近出现注2档了后，要是去感染的个案，敢是要放零隔离检疫的措施，但是中强调讲，这都要谨慎来评估。目前现阶段也无相关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也有3个大病入境的案例。针对新北市邦桥幼稚园群组感染所牵连出来的确定病例内底，埃及爸爸甲台大护理师因为因的病毒量较低，并无法度验出敢是为着Delta病毒。也若是中风师傅这部分，上紧伫今仔日就结果。国内新冠疫情13增加2例本土病例，新北市甲桃园市各1例。另外，确诊个案当中无新增加死亡病例。新北个案是台北市松山区郭中生的阿嬷，因为甲好接触被扣的采检才确诊。桃园个案是新北市幼儿园群组有关系，一条197例接场接触者的共大亲人。这个案例是50多岁的女性。那他同住的家人哈有验出来哈是16197，好，然后验出来是 COVID 的阳性，好，那有症状，那已经匡列接触者23人。新北幼儿园群组目前有30人确诊，各增加1个定数结果出来。大楼住户16164例定数结果也是Delta。另外，被怀疑是这个群组感染源的埃及爸爸甲台大麻醉护理师，2人因为病毒疗伤过低，无法度定数。新冠疫情爆发到即马年外，部分专家指出，新冠病毒演化会转向轻症流感化。指挥中心表示，目前依然无法度断定轻症化，还是爱做疫苗，预防重症甲死亡。2009年出来的 H1N1 新型流感就是这个样子，大家现在已经不太记得说他那时候大家对他很恐慌的，但是在前3年，他的确是产生很大的死亡率。新冠病毒也有可能这样子。但市长强调，2剂疫苗注射率有7-8成，确实有较好的保护力，不过依然未当放零，因为新加坡甲以色列这2个国家疫苗注射率拢超过8成，不过这2天确诊病例也是增加几百人到几千人，后续也会追踪这国家的疫情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到拜五，各地拢是好天、烧热天气。过到了后，热对流发展较旺，所以5日西北雨，而且有机会上大雨。做伙看温度。今日西南风有略略减弱，也毋过中南部的天气同款无啥稳定。其他的所在地过到了后会落西北雨，北台湾的山区雨脉较粗，嘛有上大雨。温度的方面，北部、东半部较偶有热，高温是33度至35度。伫大台北也有台东有的所在，高温会升到36度以上。台东有机会会透火烧风。若拜6开始到后礼拜2有4天的中秋连续假期，各地天气拢真好，真稳定。只有山区过到了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来关心新竹县尖石乡伫昨早发生水崩山，造成道路完全未通，途中也是冲到溪里。溪水解道，边仔的秀兰国小，阁有附近的徛家200多人，赶紧撤离。远的山壁，规大片的土沙一直放落来，这个画面看了真惊人。山壁骹附近的秀兰国小、行动学校的老师，赶紧疏散学生囡仔。赶快走！全校师生赶紧撤离，囡仔把册牌放伫头壳顶，赶紧离开，拍拼走出校门，行到囡仔青顺顺。很怕。你很害怕哦？水就一直上来啊，谁知道落得很小，然后后面就开始越来越大，
然后喇叭声响起，我们就全部跑到天主堂。土石崩塌发生伫13节气10点外，新竹尖石乡秀兰国小后边的山坪，熊熊土石松软，规个走山崩塌，土沙砍掉溪床，规个雪变作乌，石头踢掉白河溪，造成淹水，甲附近的徛街拢淹去。看这民宿，那摩托车都倒下来了。因为土门沟仔水一直流出来，顶悬的溪水淹过路面，看到现场拢浇水。原本的这个小食店也甲温泉民宿严重淹水，一寡物件冲了了，5户民家伫消防队引导下赶紧撤离。仓促哦。对啊，那连拖鞋都没有带，他都赶快撤离啊。土石熊熊崩塌，双向道路中段无法度通过，就惊临时的河放弃。县政府甲乡公所记无了后，立刻派员处理。那我们现在撤离的民众呢？除了师生跟我们附近的周遭的住民呢，总共大概190几位的村民跟师生，我们今天撤离到我们田埔的部落。风台过了后，当地出现走山崩塌。尖石乡长是讲，当地本来就是土石松软的所在，3年前就捌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即马相关单位抢修维修，避免灾害继续扩大，要赶紧让一切回到正常。记者综合报道。嘉乡市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全国12岁至18岁的学生囡仔、高中及高中生，特别注 BNT 的预防针。新北市政府是宣布讲，统一伫学校注射学生，对注射的当天开始，学生就踮伫厝内用线顶上课上2天。目前，敢若新北市拍算要安尼先做，其他的5都拢无要对咧做。专家是建议讲 ，BNT 的预防针其实是做第2档，会较无爽快，到时才安尼做较妥当。来关心联合报，今天5八杠特别起鼓，各部会嘛拢有配合推出8种好康，嘛规划讲按算伫逐礼拜2至逐礼拜5，逐天用抽口的方式，连续要抽4个礼拜，互民众有希望、有好运的感觉。抑阁有一寡学者甲业者是认为讲，政府应该赶紧去装出预防针，互大家拢有预防针通做，才是拼经济上好的做法。来关心中国时报，教育部甲劳动部统计讲，大专院校、通信资讯、科技在学系毕业生才透露，投保劳保的比率5年来是降低12.61%，这是对咱国内的通知性产业发展真不利。专家是提醒讲，这度的人才劳工的需求量应该是真大才对，抑毋过对劳保投保率来看，人才是外流的，是外流甲真严重。政府爱重视。来关心新北市的幼稚园群聚感染，目前相关的案例有30例。这案例甲幼稚园对幼稚园也有社区的大楼拢有群聚，所以中央即马嘛决定讲，要比较进前屏东邦山做法，拨300档预防针，互邦桥这个社区的民众会当大声注射。若这个群聚感染嘛拖到桃园去啊，目前伫桃园有一对翁仔某拢袂着。全副武装入去大楼内底消毒。新北市幼儿园群聚感染案，拖去到邦桥某一个社区内底，B栋的住户已经招拢出来，全部做隔离。A 栋有473个人自主健康管理。中央拨300档的 AZ 疫苗，分2个时段，甲 A 栋的住户伫社区的大楼甲因注射。不过无包括已经做过第1档，还有18岁以下还未成年的住户。B 栋的住户伫完成14天隔离了后，新北市会向中央争取注疫苗。新北市幼儿园群聚感染的案件拖到桃园去，桃园的确诊者暗号16197，因为甲新北一个确诊的囡仔因老母共一个工课场，而且因牵手嘛互伊画着。为了防疫，桃园市长陈文灿打电话给新北市长侯友宜，希望会当互相协助。该夫妻的生活较为单纯，那足迹也很明确，那一共匡列了31位，再进行裁剪。我们必须要采取最快的速度，那严格的标准。根据我们相关的规定，2采、3采，在2采过程当中也采出了阴转阳的个案，所以目前整个疫情是可稳定，而且慢慢的在朝好的方向在走。我们也会跟台北、桃园3个地方大家一起共同携手合作。为了阻挡疫情，新北市的学校按算日伫学校内底，甲学生注 BNT 疫苗。注射了后，全学校采用线顶上课2天。若是身体无爽快，会当请疫苗假，而且袂影响出席的记录。目前新北市禁止伫餐厅内底食到9月15。
未来敢是会解除这个措施，校友期表示，都要持续来观察。不过中秋节要是禁止烘肉。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市政府、台北市长郭文典嘛宣布讲，为着防疫，台北市的和平公园伫中秋嘛禁止烘肉。若邻里要举办中秋的联欢活动，嘛袂使食物件，而且爱遵守室内80个人，或外300个人的防疫规定。不过嘛，强烈建议讲，伫防疫期间也是爱避免群聚。新北幼儿园案疫情持续发展，面对疫情的风险，一寡县市拢禁止中秋节户外烘肉。台北市长郭文典13日规定，台北市的和平公园禁止烘肉。中秋节的联欢活动原则上无用餐，就是室内上济80人，户外上济300人。用餐爱专程用隔板，并且挂喙安，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可是讲到中秋节大家都在想烤肉。不过，我想重点不是烤肉，重点是群聚的，到底传染的可能性怎么样？派警察整个晚上在那里看看你有没有梅花座，有没有桌板，不太可能了。因为新北市9月2日开始，予学生囡仔注 BNT 疫苗，全校期间线顶上课2天，也当请疫苗假。对这件代志，台北市政府是讲，学生囡仔若是身体无拄好，会当请假，也当用线顶的学习方式。目前在运作上，各校线上的一个教学，台北市都非常的成熟，所以有任何学生他个别要停课，或者是班级的停课，其实在家里面都可以透过线上做教学。对于麦当劳女员工确诊案，台北市政府是讲，这个女员工初到做过疫苗，2天后身体无拄好发烧，就医采检阳性，已经扣列23个家属居家隔离，也请中央协助做相关的基因定序。若说确定是Delta病毒，就会继续扣列第2科接触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2000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461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5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093例，中国病例有95000多例，香港超过12000例，伫日本是超过164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4000万例，印度超过33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2000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700万例啊，伫法国是超过699万例。来关心联合国是警告讲，阿富汗人道危机加悬，散车无物件食，可汗烧煞来。阿富汗全国超过3成的百姓唔知影后一顿伫倒位，有超过100万的囡仔恐惊因为营养不良枵死饿死，希望国际社会会当斗相共。伫咧我查曼边界附近，真侪阿富汗人想要越境去巴基斯坦。7月巴基斯坦就讲袂搁再互阿富汗人入境，结果是伫边境附近去难民营收容。根据联合国嘅资料，巴基斯坦已经有140万的阿富汗难民，伊拢也收容要到100万，实际数字可能更加侪。联合国13警告，阿富汗正拄着全世界上严重的人道危機之一。They face perhaps their most perilous hour. Today, 1 in 3 Afghans do not know where their next meal will come from. The poverty rate is spiraling, and basic public services are close to collaps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have been forced to flee their homes, and at the same time, Afghanistan faces a severe drought, the second to hit the country in 4 years. 伫咧喀布尔路会看到有人甲家具、生活用品摕菜卖，也有几200户的家庭连厝拢无啊！这个若会当住伫咧布棚，援助团体帮助愈来愈少，仍然是有一顿无一顿。塔利班掌控阿富汗进程，阿富汗的失业率超过30%。虽然美国伫咧过去20年已经投资援助几10亿美金，不过伫即马依然有超过一半阿富汗人生活真艰苦。联合国警告讲，到今年年底，也阁有97%的阿富汗人生活伫咧边境线以下。另外有要到1000万的囡仔，就要靠人道援助斗3工，才有法度活落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讲，伫今年恐惊至少会有100万的囡仔会因为营养不良死亡，希望国际社会斗3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塔利班掌控阿富汗了后，阿富汗的人民生活出现天大的改变。剃头牧业就是其中的一项，因为塔利班进前是禁止查甫人抠喙鬚，若是这项禁令又搁出现又搁来，安尼剃头牧师恐惊就要失业啊！老大门说道，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这位设计师无用伫咧铁堂架剪头毛、修喙鬚，也毋过这种日子以后可能无做啊，因为塔利班掌权了，可能会搁禁止男性修剪喙鬚，到时恐惊拢无人客。که تو کار خراب باشه دیگه مجبور هستیم ابرار رو بر خود بسنجیم پاکستان بریم دیگه کشور بریم دیگه کشور بریم این رقمی اولاد ما که باشه一寡设计师已经想好讲，到时可能要离开另外找头路，因为外国人退离了，因的人客就变真少。到时若真正规定讲一定要留喙鬚，因只好收起来，有人认为无应该强制要留喙鬚。سنت باندې سعید الله شي خو پر رضا باندې نه په زور باندې چې ته په زور باندې ګیرم په پرېدا وختانم په پرېدا دا خو د سن کیږي چې ته دونه باور ما بارو ګرځا دا خو د سن کیږي ورور生意变歹，也个休闲娱乐业。伫咧喀布尔西边的景点加尔加湖，本来伫咧假期休困的时阵，真侪人会来遮耍。不过最近遮的主题乐园、马场、餐厅、饭店拢无人客，只甲村工作人员。والا کاروبار اگر در نسبت به سابق سعی کنی دولت پیشین که بود از او بحث 98% تفاوت کرده به خاطر 2%. او کاروبار که سابق بود حال کاروبار نیست و مزه کاروبار هم نیست به خاطر که مردم بانک‌ها بسته از کاروبار نیست مردم دیگه پیسه مصرف نمیکنه پول از کجا بیاد قاعد از کجا باش که بیا اینجا به تفریح بیا به دیگه چیز بیا业者担心，拄则掌权的塔利班临时政府对经济政策较唔捌，未来恐惊无啥乐观，以后生意敢有法度搁做落去，也唔知。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北韩伫顶礼拜成功试射新型的长途飞弹，这款飞弹会当射1500公里远，等于是日本大部分的地区所在拢伫飞弹的范围内。那准讲这飞弹顶头阁有倒核能武器，安尼效果是真严重。这嘛引起日本甲南韩唔敢大意。北韩成功试射新型的远途巡弋飞弹，国防媒体朝鲜中央社的报道指出，国防科学院经过2年的研发甲测试，9月11、12这2天，伫北韩的领土甲领海空域来试射飞弹，沿长途型甲8-2型的飞行路线，飞弹持续飞7580秒，飞1500公里远，拍到目标了后落落领海。针对这点，南韩统一部表示，已经有密切关注。 통일부는 국방부 등 유관 기관과 협력하면서 북한의 관련 동향을 분석하고 주시해 나가겠다는 말씀을 드립니다. 北韩的新型巡弋飞弹，甲南韩的玄武3型巡弋飞弹，射程的距离是差不多，发射出去的范围会当包括日本大部分的地区。北韩若是成功甲美型的核弾，安伫个巡弋飞彈頂懸，會對日本甲南韓造成威脅。空からの脅威に対処し、我が国の国土を防護する能力、総合ミサイル防空能力、こうした強化を引き続き進めていく考えであります。 这是北韩從今年以來第4屆用武力來示威。在這進前，北韓捌在美國總統拜登就任了後，試射巡弋飛彈。3月25，還佫頭一屆做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地導飛彈試射。長期以來，北韓批評美國甲南韓是採取敵對的政策，就武器化的議題長期西牛仔照角，直接咧展伊的軍事武力，引起區域安全的疑慮。 電視台則打主持國慶73週年閱兵的北韓領導人金正恩，體格看起來是比進前加瘦真濟。根據韓聯社的報道指出，金正恩並無出現在這屆視察飛彈試射的名單內底，所以嘛無親身去看試射。公司新聞王碧文編譯。今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美國總統拜登伫後禮拜要主辦四邊安全會談對話，要甲澳洲、印度、日本的頭人開會。 來關心世界正出名嘅醫學期刊，即嘛有發表文章，表示講目前做2檔新型冠狀病毒嘅預防劑，預防動靜已經有夠啊，唔免做甲第3檔。來關心日本鼓勵民眾去做預防劑，第昨昏是決定講，假算講預防劑注射了後健康有出問題，攏會使向政府申請醫療費用嘅補助金。加
镜头个等下咱过来，咱来关心汉光演习昨开始，连续5天模拟中国解放军侵犯咱台湾的情形。也毋过行山指挥所正做咱国军小战的时，上界主要的指挥中心，说伫初10的时发生火烧，险险啊无法度运作。国防部是表示讲，这是外包厂商引起火灾，毋过指挥所运作一切正常。汉光演习13天开5天演训，模拟强军反台。第一天，演练战机飞去东部地区实施战略保存，啊，毋过就伫 F-16为家己基地起飞，要进驻台东志航基地，疑似强机扰台，空军紧急派幻象2000紧急升空应对。下令紧急起飞 ，Follow leader 加入航线，保持高度2000。国军伫台南演练，互敌军成武战机攻击，大部分官兵是污染国军救护车，后送上番当时39化合兵群执行车辆堵污。汉光37号演习受疫情影响，今年规模减少，啊，毋过台北大地的行山指挥所，身为国军战时最高指挥中心，说伫初10下晡内部传出火灾，人员被迫疏散，差1适应30分钟。厂商是在横支所的管制区外机房进行例行性的装备检修维护，但是因为施工不慎产生了火花，现场督工人员依照标准的作业程序，很快的就完成了状况的处置，人员都正常执行，装备也都安全。所谓失能的30分钟不是40。不过专家建议针对火灾事件高度警戒，模拟关守各界将领多伫行指所内部出现其中要如何应用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那嘉义县消防局伫昨下晡伫仁义潭水库做训练，有一个新港消防分队姓翁的队员无细致渡水，救起来时已经无喘气，虽帮救送去病院，毋过也是救无回来。对水底救起来时，伊就已经无喘气，虽帮救护人员有做 CPR， 也毋过送到病院也是救无回来。消防局嘛赶紧随停止训练。若发生意外当时，训练条件敢有出问题？目前这部分也搁要调查。详细的消息，做伙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2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566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有新北市，伫新北市是6918例，台北市是4862例，超过200例以上的所在，伫桃园是796例，苗栗549例，基隆有316例，彰化274例，伫台中是207例。目前伫全台湾的本土病例，也有境外病例，计共16093例。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566例，这是疾管署上新的统计。在地上大条来关心中秋节，学生囡仔就要做 BNT 的预防射。也毋过有家长即嘛是较烦恼讲，做煞了后，传出有可能会有心肌炎的副作用即款问题。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若总有出现胸坎的痛、窒窒即款症头，就要赶紧去医生看。顶个月23开放自高端了后，好亲像资料死亡通报个案累计有12例。最近有一个是42岁男性，体重95公斤。8月24自高端了后，出现胸坎窒窒会痛的情况，真济便就医，经过治疗了后返厝，过无几天伫房间内死亡。卫生单位于接获通知后，已与家属联系，后续将协助调集病历资料，送中央进行疑似救济的救济审查作业。以厘清死因。那本身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跟甲状腺机能亢进的病史。那接种后，他觉得有心跳、忽快忽慢、心悸、心脏不适症状。那已经采丝靶商验，9月6号已经解剖。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9月11、12这2天新增加71例疫苗注射了后不良事件，其中2个死亡是自莫德纳加 AZ。不少家长是烦恼讲9月23 BNT 疫苗开始伫行园做，惊去遇到真罕见的不良反应，心肌炎还是其他心脏疾病。心肌炎跟心包膜炎的发生病例，主要是发生在接种后14天之内，少数的个案会发生在接种后2到4个礼拜之间。第一剂比较少，发生在第2剂的时候，发生率就会增加。男生的发生率比女生要高很多。
李冰英是讲，做完 BNT 疫苗了后，你就出现胸坎痛、胸坎无拄好、心肝头会踩、运动耐受不良、呼吸真喘、昏气这5大症头，拢爱立刻就医，检查是毋是疫苗引起的。服药注射了后4礼拜来，拢爱看家己身体状况。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桃园的军事公园附近的车路有出现一个3公尺宽的大lap蚵，深度有5公尺深。外界是咧晓讲，这敢是因为台电施工造成的。那台电是表示，地下电线的工程深度拢是20公尺深的，因拢有去巡，拢无问题，因会继续监控。右侧发现天坑。点仔大路落一蚵真大蚵，详细一个看，下底是规个土梅高，大概61线，我桃园大园准头军事公园的路段，13早起发现破一坑真大坑，当地里长赶紧通报，马紧围起来，避免有人爬落。表面大概有直径3公尺，但是坑洞可能超过5公尺以上，赶快通报。我们那边都是属于沙质的土地了哈，施工单位他们在地底下施工了哈，可能这个也影响到。车路的这个坑是伫台61线高架桥下骹的路段，有3公尺长、2公尺宽，看起来深度超过5公尺。因为这个lap蚵的地点就伫桥墩的边啊，这嘛有在地里长甲民众烦恼讲，敢会有更较严重的安全问题。台电苏变电北区工程处在做浅盾工程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可能因为这一次台风过后，造成土质松软，产生这个坑洞的问题。中立干部段表示，台电目前当伫迄个所在做大潭新到南口线的地下电缆管线的工程。目前当地做地下的施工，有可能是因为风台所地土瓦松软的原因。做一个161 kV 的地下电缆的管沟，但是它的深度有20公尺。今天早上巡视的时候，现场还没有异常的状况。我们不了解是不是跟最近台风的强降雨有关，基于安全考量已经立刻想办法把这个坑洞回填。工程车伫现场挂红毛图，要赶紧把这个坑补起来。台电接到通报了后，嘛随派人去现场处理。下晡2点左右已经把这个坑补起来，后手会持续做监控，看讲遐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已经稳定。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嘉义中部的大有国小发现真罕见的2粒头双头白眉花蛇，学校是赶紧通报农业处来处理。专家即马是研判讲，这尾蛇差不多1礼拜大尔，若出现双头2粒头，有可能是因为基因突变。到1个礼拜啊，1个礼拜差不多。这只大出世满1礼拜的蛇，只有大人男性手掌大小，透早出现伫嘉义县中部乡大有国小的校园内底。它是白眉花蛇，成虫的时候，它跟玉伞节一样，就是一节黑一节白，然后所以很容易被一般的民众误认为是玉伞节。原本救是一般的蛇，通报农业处野生动物紧急救援团队到3天，才发现是双头的白眉花蛇。也好有真侪年猎蛇经验的救援协会成员讲真特别，学者表示，双头蛇伫国内真罕见，可能是胚胎发育过程出现变异。跟人有时候就是一些所谓的灵体婴的状态是有点相近就是说一般来讲，大概都是在他们胚胎发育的过程里面，那可能在初期的分类上面不完整所以让它就是可能应该是分离成2个胚体，没有分离完整，所以就会呈现这种2个头部的现象。专家讲，基因变异的原因真多，白眉花蛇参考资料佫较少，无法度讲是毋是甲环境有关系。不过双头蛇普遍存活率无悬，会由嘉义大学生物资源系接手来饲，佮研究记录各种行为习性。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看，真侪农民伫种植时，拢是固定时间、大面积种共一款农作物较济。若伫岛南，即马有一个回乡种果子的少年家，伊是改变方式分配小范围、小规模的种植，要互生产的效能较好。若是不幸拄着天灾，损失的程度嘛较少。做田人是看天食饭，上惊天气反常。若雄雄做一个风台，规年的心火拢去了了。岛南有一个回乡的青年吴柏良，伊注意到农民会大量大面积去种植的这款状况，伊想出一步来降低风险，就是分配去种，大概种较少，就通减少损失。都快收成的瓜，可能在1个礼拜就要收成的这么大颗的，就是大颗的瓜，可能就是一次的那种不对的时候，
就全部就没了。我们就会变成说，缩减我们的种植量，跟分批次种植，不要一次1分、2分大面积的去种。有的毋是迄个季节大出的水果，就用温室来栽培。另外，除了分散风险的做法，乌柏龙也引进无共款的品种。然后上面就直接就是把它摘心摘掉。让养分全部集中在这一颗果实上面，我们就只有照顾它。然后，因为我们也是因为说要让一年只有种1季的瓜，所以我会种不同的，有白色的跟绿色的，让客人比较有新鲜感。这样。万事起头有较困难，不过头过身就过。乌柏龙虽然拢无做田的经验，不过伊下心情去研究出一套种作的方式，嘛拼出家己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天气较烧热，亲像初赛这款较寒冷的运动项目就较无普遍。要过若是换做穿连仔鞋，嘛是同款会使伫咱台湾体验初赛。伫前一阵啊，台中就举办全国赛，要安怎比？带乡亲咱做伙来了解。双手举拐啊，突来冲做前。不过详细甲看，这初赛地点竟然是伫咧大车路，而且印象较深的嘛是连仔鞋。这就是越野初赛热天版本连仔鞋初赛。前一阵啊，搁伫台中举办全国赛，很有成就感。然后转弯的时候因为很难转，就是可能会跌倒，然后没有跌倒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你说它距离短。但是我的手是连续一直在出力的，其实小朋友会觉得很蛮酸的。Roller ski 连仔鞋初赛，主要是予白落雪热天和热带地区，嘛会当享受到初赛这款运动。去年咱搁伫桃园头一摆举办国际赛，因为今年10月的国际赛是按算和全国赛同款，经伫咧台中的洲际棒球场附近来举办。滑轮以前在亚运比赛得牌的，大概都是我们这个后里这边台中市里面的一些选手。那我们跟这些教练合作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把选手的发展更多元性？因为地理位置、条件、天候的关系都很适合，而且我们很多地方的道路在平整上也相当的好。虽然台湾的寒天运动项目无遐尼普遍，初赛协会也是希望透过推广连仔鞋初赛，进一步促进培养愈侪台湾选手去参加冬季奥运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嘉义中仁社区这个所在的农特产是金瓜，社区的志工妈妈在志工逐礼拜拢会去活动中心，利用金瓜来做料理、做包仔、做馒头，唔但经营社区的产业，嘛帮助在地农民会当有稳定的收入。一阵社区志工当咧无用做包仔甲馒头，这是台南嘉义的中仁社区，应用在地生产的金瓜所做的产品。真侪在地民众拢会来订货，有当时啊，若来想话，佫会买无。头仔是做馒头，即卖馒头做的嘛，会使哦，无佫来做菜包，做迄落肉包。你若像阮今仔做的，大部分就是讲拢人订的，卖了准拄好安尼。台南嘉义生产袂少金瓜，不过农民的销路是无介稳定，所以当地社区就想讲，利用金瓜来发展社区的产业。唔但当互社区的志工有一个生活目标，佫会当帮助在地农民稳定因的收入。阮甲社区的居民讲，只要恁伫咧转作方面，不管你济少好歹，阮社区拢会当甲恁帮忙来收购，互恁加减的一点仔所费，来推动咱的产业，帮助咱农民。这阵社区志工逐礼拜拢会去活动中心做包仔、馒头。把收入用来经营社区，中仁社区的理事长表示，会当用在地好食材来行销社区特产，是因感觉上骄傲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境外消息来关心，一开学伫北部，就学校出现病例，一寡学校虽停课，若算落来，12岁至18岁学生囡仔嘛，特别注意预防针。预防针注射了后，若无爽快，嘛是爱请假。囡仔无去学校，拢爱靠父母、靠家长顾。全教总就呼吁政府甲企业，除了爱互食头路的父母方便请假，嘛认为讲应该是互因请有薪水的防疫照顾假。工作人员伫校园无用消毒，才拄开学2礼拜，湘北地区陆续有学校传出新冠肺炎确诊，甚至个预防性停课。家长抑个一面烦恼疫情，一面爱烦恼家己是毋是会当请假。
公司行号企业他不懂预防性停课到底可不可以适用防疫照顾假，所以他们在请这个的部分会有一些争议。过去这3-4个月以来，大部分的家长都已经把这个假都请完，只剩下所谓的防疫照顾假。那防疫照顾假，它虽然在法定上是从宽给予，但是它没有给予所谓的薪资。专告总是讲，真侪家长伫3级警戒期间，甲会当请的假拢请完啊。有部分单位无了解预防性停课，所以无法度互因请假，而且就算请假也无薪水。面对疫情，唔知安怎发展，也有青少年都爱高注疫苗的情形，家长会当讲头毛烧。应该政府这边要来提供有新的一个防护照顾假，那甚至是提供相关的一个补助。12岁到18岁接种疫苗之后，这些青少年的部分，它也是适用防疫照顾假。那如果是适用防疫照顾假，家长可以请，也一并应该提供这样的有新的一个防疫照顾假。指挥中心对这个事情并没有相对的规划不过教育部这边有相关的一些规划。专告总呼吁政府相关单位规划有薪水的防疫照顾假，也是讲提供相关的补助。骗的预算，才会当互民众安心配合防疫。劳动部是讲，疫情期间受雇家长有照顾囡仔的需求，会当请防疫照顾假。若是安怎互家长适当的协助，应该要由相关部会详细规划。教育部也回应，家长申请防疫照顾假的相关规定，已经真侪届函伫固定政府所属的机关甲学校者机构，有关预防性停课的防疫照顾假，也系比较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外籍移工暂停来台湾，加上咱台湾原本咧做居家照顾的服务员，就真欠人，拢请无，即马更较欠缺，有影是无米兼润过。不要帮我倒沙干啊！国家照护员照顾在床的阿嬷，替逝世分忧解劳。暗过5月中疫情爆发了后，不少家庭烦恼外人，一批后厝内疫增加染疫风险，拢暂停服务。一直到最近疫情境界降级，才佫开始回平认定。暗过机护员迄时阵出现过一波离职潮，即马雄雄要找人转来并不简单。有的人都已经转职了，什么Foodpanda或者是 Uber E 啊，就是做一些其他的部分是属于政府，就是有一些服务先把它暂停掉。那现在解封了之后，我们就变成那个需求就突然就很大量。那你当然以我们来讲，我们就必须要招募更多的服务人员。加上移工相关入境政策还未解除，每个月用要减少500多位社福类移工到台湾。伫进入网站顶悬有机构开出一个月薪水3万2，时薪250块，征求居家照护员，外加10万块签约奖金抢人。特别是照护处最近一波的定材，456个工作机会当中，照护员就有216个。不过这份头路真正大辛苦，医院真歹配合。如果你是200块，你做一般的176个小时的话，你只有35000多块。其实那薪水真的是不高，但是实际上照护员不止这个薪资。机护员时薪伫200到220之间，按过一个月工作22天，每工8点钟，佮加上特殊照顾加急、特殊时段加急、救人奖励等。一个月薪水有机会超过4万。不过，有机护员表示，不止雇主烦恼染疫，身为照顾者也有共款的疑虑。疫情之下，不止医护人力流失，长照人力也出现考验。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家己6卡溪厝村有一间庙，庙前有对联，这对联一边有10个日，另外一边有10个月。村长是表示讲，这副对联要用台语来读，才当了解伊的意思。今两衫是7个到10。哦，那总共10个啊，月嘛是10个啊。家己县6卡溪厝这间镇啊顺南堂，有一百用10个日字甲10个月字写出来的门联。村长讲，这是当初起庙时神明的指示，用台语念才会正确。第一日过来先，过来其他拢唔知。定个对联吼，就是我精英公天下，我平灿烂耀乾坤。我拢用台语来做发音来念，爱较会顺。村长表示，这百年伫地方有50-60档的历史，为以前到今嘛，拢是靠老一辈传落来。嘛有找过专家问过伊遮个字，毋过有的字伫字内底嘛找无。伊的字、伊的音，康熙4年有的有，有的无，毋过我呢般认为，伊总共有10个日、10个月，10个月，伊主的意思应该是讲，互这个天下、这个乾坤拢会当大方光明。文书工作者表示，这种导出来的字，一般拢有加强的意思，
虽然字典找无，但是这嘛反映出伫台湾早期社会使用台语文音甲文字的创意。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来看西电社基金会甲台湾五戏馆加强复关2万件布袋戏红仔甲文物，互台湾博物馆。互台湾博物馆即马变做真重要、真要紧的戏红仔的保存据点。最近有举办展览，讲布袋戏的艺术。好，我们在这一区呢，其实是有模拟文物在库房的收存的状态。小解收藏的布袋戏红仔是安怎藏，嘛甲研究人员安怎透过科学机器判断、修复、保存布袋戏红仔的部分，等互大家知。国立台湾博物馆，因为这几天陆续收到西电社甲台湾五戏馆超过10000挂件的布袋戏红仔甲文物，即马特别办展览来展出。阮博物馆也希望讲，会当将布袋戏红仔除了演出以外，吼，会当用这种展览的方式，来推广台湾的文化。西电社是长期关怀布袋戏的民间团体，有布袋戏老师就表示，加在有因做开头前方收藏古早的布袋戏红仔，若无伫民国75年了后，这个文物就渐渐失传啦。展览当中嘛会当发现罕得看到的100年戏台等等，这届嘛特别展出。它是6角戏台，然后因为它当时比较演的是南管的这个比较文雅的这个戏风，这个比较是跟后来北管的这个系统，就是比较多武戏要跳窗等等的，是比较差别的。展览入口处有2个戏台，象征台湾布袋戏发展的2个阶段，而且为着要互民众会当参布袋戏的角色互动，佮特别设体验区，互布袋戏嘛通下时代重现200年来的技术风华。记者陈雅文、张水、林秀凯台北报道。来关心已经过身的地景艺术家克里斯托在生进前伊几位艺术作品，包括开山门，因为疫情的关系，加上伊过身啦，所以展览的时间全一直延期。即马透过这样的拍拼，9月18日伫1礼拜6来正式展出。过60个工人吊挂伫空中，用25万平方公尺蓝色会当回收的竹饼戏纤维，也甲红丝啊，将法国巴黎真出名的地标凯旋门规个包起来。这个计划是由艺术家克里斯托所规划，原定去年展出，无意外拄到疫情，佮加上克里斯托不幸过身，展览才应该今年举行。Parce que c'est un moment extraordinaire. Moi, je suis un fonctionnaire du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de pouvoir accompagner la mise en place d'une œuvre comme ça. En plus, dans les circonstances qui sont celles d'aujourd'hui, c'est magique. 全球出名的艺术家克里斯托甲家后2人，真够用包裹的形式创作，利用布来改变物体、建筑物，甚至是大自然环境，互看的人对熟悉景观产生生分的感觉。这个生分的过程，佫会当凸显物体本质甲历史的内涵。伫看作品的时阵，挖头思考原本空间的情形。J'attendais depuis longtemps parce que je savais que Christo souhaitait depuis sa jeunesse, de toute façon, il avait le projet d'emballer l'Arc de Triomphe et je voulais absolument être là. 用1400欧元打造的包裹凯旋门，为概念到实际执行用超过60年。虽然克里斯托本人无法度亲身执行，不过为了尊重伊的意愿，由伊的弟仔刷落去完成。The biggest challenge for me is that Christo is not here. That I miss his enthusiasm, his criticism, his energy. And all of these things, and that for me really is the biggest challenge. 这项装置艺术伫9月18至10月初3展出，无法度到现场看的民众，原来会当用法国国家古迹中心架设的网站360度伫线顶看展。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关心环境，地球暖化这个问题是真热烈。今年热天伫美国的加州、南欧的西班牙、也有意大利、也有希腊，热人的温度拢是真极端，拢出现有史以来上热的7月份。那市区的大楼大部分拢是暗温土起的，伫热岛效应之下，更加熬热。即马法国的巴黎就提出各种方式、各种方案，要来打造天然实验场。那上界简单的做法就是种树啊。巴黎郊区这社区停车场用3年改造成做都市小绿洲，72丛树啊，用降温，较会吸热的暗土加点加路，用铺石啊来取代，这平均温度比四界所在少2.5度。热浪来的时阵，温度佫差到6度。平常也有休困佚佗的所在，树啊优点毋但是美观较凉以外，佫是一种天然的散热机制。
专家预估未来80年，巴黎每年上济会增加2个月，真热天。即马都会生活方式都会改变。This here is your typical urban canyon, a long, narrow road with high buildings on either side. There's lots of these in Paris. Inorganic, no vegetation, no water. The road absorbs the sun rays and then releases heat at night, so the city struggles to cool down. 巴黎降温减碳计划上重要就是予食物回归，在布置社区各地学校游乐运动场，总共70公顷露天空间，都会改进，大量拆掉吸热个袂脱水的阿门头点加地面，引进树林菜园，增加市民亲子休困的空间。另外，水也是降温的好物件。In Paris, we have 1,200 drinking fountains, which is a lot. This system here is an additional way of dealing with global warming and recurring heat waves. 巴黎平均气温已经比工业革命进前高2度的危险临界点，这个降温减碳是真重要。确实报告即卖暖化趋势，到2055年全球大都市可能增加温度8度，到时阵就袂赴啊。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7度，上悬35度；若伫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是27度至34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